紧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2天的共读。今天要请义军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献上感谢及赞美，让我们一天能从读经开始，我们也要赞美万能的主，时时在我们身旁守护我们。主啊，我们要喜乐的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主，你也赐给我们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的在翱翔着。主啊，我们也要将以下圣经共读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让说的及听的都能蒙福。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撒母耳记上总共有31章，那1到7章是讲到关于撒母耳的事迹，从第8章到第15章是讲到有关扫罗的事迹，那从16章以后，那都是讲到大卫的事迹，那特别是强调在大卫做王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比例，撒母耳记是为了在做大卫，在做铺陈。那这个年代从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然后进入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那分地为业，经过了大约450年有士师的时代。那这有这些士师轮流做士师，不同的支派的族长来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来抵抗在那个迦南地当中各种外来的这些攻击，那也在训练他们对于迦南地当中对上帝的忠心。那士师的时代的结束，那最后一位士师是参孙，士师记当中。那撒母耳起来承接这个转换的时期就从士师时代到进入王国时代。那撒母耳他也是最后一个士师，那也是第一个君王的导师那特别是扫罗王和大卫王。那扫罗做王40年，大卫做王40年，所罗门做王40年这40年当中都能够来让这个国家有一个稳定的根基基础。那其实今天来看是很不简单，那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撒母耳在这当中的辅佐，还有他在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做这个领袖，其实他也是花费了也是定下了很美好的根基。那在王国时代所罗门之后，王国分为北国和南国，那北国被亚述人所灭，南国被巴比伦所灭，那后来又被巴比伦所掳，那一直到被掳归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旧约当中的这个历史书，那就在见证这一段的国家的兴起和国家灭亡的历史。那但是背后就是关于这个国家的领袖，还有这个国家的百姓跟上帝之间所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先知撒母耳，那他的名字我们昨天有提到，就是他的名是上帝。那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那他结束了士师时代，也带进了王国时期。他是可拉的后裔，终身为拿细尔人，那是祭司和先知。那使徒行传第3章也提到撒母耳，那把撒母耳列在众先知那这是在彼得五旬节的讲道，这是彼得的讲道。那在像这些耶路撒冷人做见证，那也提到以撒母耳为先知的代表。那他也创建了先知的学校，
为先知的职责来立下了榜样和规矩。他也订定了国法，创立了君王立宪的制度。他也高立了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也和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也是在撒母耳的任职当中所高立的。那昨天我们提到了撒母耳他的出生前是由他的母亲的祷告使这个不可能的变为可能。那哈拿他的不育呢，在路加福音也有提到这不能生育的伊丽莎白是对以色列的妇女来讲是一种耻辱生儿育女是上帝所给予的妇女的天职若不能怀孕就失去了这个天职。那不能怀孕的原文就是上帝把她的子宫封闭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的1章6节是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那这个原文是上帝封闭她的子宫，那呈现了一种咒诅。那这个咒诅呢，跟上帝对照的是创世纪上帝命令人要生养众多。那一个女人除非她富有但若没有儿女的时候呢，在年老的时候也将困苦无依那在古代没有像今天的这个社会制度社福制度，到年老了还有人社会国家来照顾那古代若年老了没有儿女那就只能靠亲友。那还有看到哈拿他的死对头就是他先生的二老婆毕尼拿，那这个鲜明的对比还有几次的伤害让他苦上加苦。那就算他的先生安慰他说有我比有10个儿子不是更好吗对哈拿来讲这已经不是他不是能够拿来比拟的。但我们也看见哈拿是一个好像从死里重生那他没有自己的后代没有自己的儿女那以将来老了无人照顾，但是呢他却做了一个许愿那他只能够迫切的祷告那拼命的恳求神给他一个儿子。那他也向神许愿要把这个儿子奉献，即便他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就要跟孩子分离，但是他也决心要把这个孩子来荣耀神，来见证神的作为。那也看见这个以利在圣殿当中回应哈拿的祷告，以祭司的身份来祝福哈拿，让哈拿他重新得力，得到信心那也回去和先生敬拜神，也认识神，也努力做人生出了孩子。哈拿对丈夫对撒母耳的心理建设，那在第1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她的丈夫都完全同意她所做的在今天来看她所做的好像她非常的强势但是她也可以看出她对先生对孩子应有的照顾还有责任。那她就算要把孩子奉献以前，她也要让孩子完全的断奶好，那我们今天昨天我们看到的就是生儿育女是神的荣耀但能把孩子奉献给神是荣耀神。环境的艰苦迫使人祷告这种艰苦是外在的也包括内在的。那舒适安逸呢，却使人不知道如何祷告因为没有困苦就没有需求。祭司的祝福使人产生盼望，进而采取信心的行动。那所以以利对哈拿本来是误解后来祝福他，也让哈拿燃起一线生机。哈拿许愿，哈拿还愿，还有哈拿的整个祷告成为世人的典范。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哈拿不仅是祷告，哈拿他的祷告不仅是在第1章也在第2章。那我们请义军长老带我们来读第2章的第1节。哈拿祷告说：上主使我心里充满喜乐，上主使我抬得起头，我向敌人发笑，因上帝帮助我，使我快乐。唯有哈拿的祷告就是他很明显的他原来在第1章当中他的祷告是痛痛的哭泣，心里的愁苦，然后求你垂顾使女的苦情眷念不忘你的使女。
那但是呢，在第2章的祷告，好，是快乐，是他的脚，就是他的使他能够抬起头来，使他的口能够向仇敌张开。以前在仇敌面前他开不了口，但是他现在能够向仇敌来开口，因为是上帝的帮助，所以上帝在帮助我。好，那在和本说，我因你的救恩欢欣了。所以哈娜她也经历到上帝的救恩，这份救恩就是在仇敌的面前，好像诗篇23篇所说的，但这诗篇23篇还要等到好久之后，大卫才会出生。但是呢，哈娜她已经经历到上帝的救恩。好，那接着请义军带们读2到5节。唯有上主神圣，除他以外没有圣者。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你们不要再发狂傲的声音，你们不要再说狂妄的话语，因上主是洞悉一切的上帝，他审断人的行为。勇士的弓折断，软弱的人变为强壮，富足的人反为食物劳碌，饥饿的人不再饥饿，不育的妻子生了7个儿女，多产的母亲丧尽了子女。那哈拿的祷告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好，那充满了对上帝的救恩的感激，所以他在这里宣告，好，那没有一位圣者像耶和华，好，那他在这里也颂赞，好，是耶和华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哦，所以在这里他形容上帝是圣者，好，是形容上帝是磐石，好，那现代中译本把它磐石翻成保护者。那所以他上帝保护了他，也垂听他的祷告。好，那第3节说，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口出狂妄的言语哦。那这个我们在撒母耳记当中，好，就会继续看到。好，其实哈拿的祷告在后来很多人的身上都应验。这个应验呢，就是去亲身的去经历，好，亲身的去体会，好，当人在神的面前骄傲的时候，好，上帝就把他降为卑；当人在神的面前口出狂妄的话的时候，上帝就让这个狂妄的话，好，最后成为他自己的网罗，自己的羞辱哦。那所以哈拿在这里，他已经透过生撒母耳这件事情，他已经去经历，也去遭遇。所以虽然哈拿他的人生经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委屈，那这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但是哈拿他抓住了神，抓住了上帝。那他第3节说上主是洞悉一切的上帝。那和本说耶和华是有知识的神。那这知识呢，就是神他能够看穿一切事物的缘由。那所以每一件事情在人来看可能是一个悲惨的事情，就如同哈拿他自己过去的人生是一个悲惨的人生，但是他认识这位有知识的神能够洞悉一切，所以他人的行为都被他衡量哦，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就能够靠自己就能够行走在稳当的地方，以为自己就能够永远享受这份的安逸，也不要以为我们的国家都能够永远的天下太平，不会遇到祸患，不要以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不会有台风有地震，那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第4节，勇士的弓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就是勇士呢他就是他本身就有勇士，而且他还佩戴武器，但是这个武器呢，上帝都能够使他折断，反倒是跌倒的人，就是软弱的人，能够上帝使他成为强壮，以力量束腰。那饱足的人本来是一个富足的，就是含着金汤匙，不愁吃穿的人，却做了雇工求食。这好像看到浪子的比喻的小儿子，他就是这个饱足的人，但是他却去成为雇工，去成为这个养猪的，还甚至回来做自己爸爸的雇工为了食物来劳碌。饥饿的人却不再饥饿，可能饿肚子的人他却不再饥饿，就是他可以得到饱足啊。
所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知识，上帝的衡量，都是上帝在掌权。所以若没有认识上帝，人生可能就在这样子的现状当中，或是在这样子的无常当中，或是如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当中是一个虚空，就是天下一切的事情虚空的虚空，转眼都成空。那不生育的，那哈拿提到他自己，他不能生育的，不育的妻子生了7个儿女。那哈拿他，我们在第2章，明天会继续看到，上帝又使他当他奉献完撒母耳之后，那他又怀孕，又生了3个儿子，还有2个女儿，所以加上撒母耳，这样就有6个，所以哈拿至少生了6个孩子。那但是儿女多的，反倒孤独，就是多产的母亲丧尽了子女。那这是一个吊诡，是一个人生当中的一种无法去理解的事情。就是我们都会认为心想事成，那都希望这个可以一切都按照我们所这个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美好的幸福。但是哈拿他在第2节到第5节的祷告当中，道出了人生当中很多的真理。其实他也就如同所罗门一生所经历的，其实哈拿就在短短的祷告当中，那这是一首诗，也是一首赞美，也是一个智慧的箴言。好，那接着再请义军长老带我们读6、7、8、3节。上主能使人死，也能使人活。他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再回来。他使一些人贫穷，一些人富足。他使一些人卑微，一些人尊贵。他从灰尘中提升穷苦人，他从粪堆里抬举贫困人。他使他们做王子的友伴，使他们得荣耀光彩。地的根基是上主所立，他在上面建立了世界。那哈拿的祷告呢，又更进一步。那前面我们看到1、2节像是诗篇，好，那3、4、5节像是箴言，好，那在6、7、8节呢，好像是先知书。好，那哈拿他提到他所敬拜的、所祷告的上帝呢，是使人死，也使人活。好，那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再回来，就是往上升，所以能够使人复活。神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降卑，也使人高升啊。那这一切好的主导者主角都是神。好，那这位神，这位上主呢，掌管人的一切。所以人是生是死是活着，好，是在阴间或是在高处，或是在低处，或是在卑微。其实那个最后驱使背后的那个驱使的动力都在于神。甚至神也使灰尘当中来抬举贫穷人，从贫寒人从粪堆当中来提拔贫穷人啊。所以这句2章8节是来自于哈拿的祷告，也是很多的人非常被感动的一句经节，就是因为他们的哈拿的祷告好像在讲到他们的个人的遭遇，过去曾经怎么样子的贫穷，或是怎么样的辛苦，或是怎么样的卑微，被人看为像是粪堆，但上帝却使他们与贵族同坐，继承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所以在这6、7、8节当中，那哈拿也来宣告这个上帝的作为，他在这世界上在掌管人的一切。所以哈拿他的经历呢，让他真的是受到感动。所以这个哈拿的祷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并不是只有哈拿自己凭着生孩子许愿这件事情的祷告，而是真的他在圣殿当中或是在敬拜当中，那他如同被圣灵所感动，被圣灵所充满，一连串的来发出对上帝的颂赞还有作为。而他所说的真的在后来的诗篇、后来的箴言、在后来的智慧书或是先知书当中都一一的来显现。
那最后第9节、第10节，好，再请义军长老带我们来读。上主看顾他忠信子民的脚步，邪恶的人要在黑暗中消失。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取胜，上主要除灭自己的仇敌，他要从天上雷击他们。上主要审判全世界，他要赐能力给他所立的王，使自己选立的君王昂首凯旋。谢谢。那最后哈拿呢，他的祷告好，在第9节、第10节，好，那就是不论人好一生如何好，但是他所认识的上主是一个保护他圣民的脚步，所以只要连结于神，连结于主，好，那他所走的每一条路，好，上帝他都会看顾。但邪恶的人并不是只有单单只做坏事的人，而是不懂得与神连结，那就是他的生命没有射中靶心，那活在罪中，不晓得创造他的主，却要在黑暗中来毁灭，因为人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得胜。好，那虽然我们会说人定胜天，但是最后的掌权的关键呢，都在于神。第10节，与耶和华相争的必被打碎，所以人想要向耶和华来摔跤。过去雅各、以色列，他跟上帝来摔跤，摔了一整夜，但是呢，就连这个与神的使者都害怕，都怕他，但是最后在上帝的使者呢，只不过在雅各的腿上摸了一把，那雅各就成为终身的瘸腿，终身的残废。与耶和华相争，必被打碎，而耶和华必从天上打雷攻击他们。人没有办法去制造雷轰和闪电，自以为人可以去胜过上帝，自以为人可以超越神，其实人连一个闪电，连一个打雷都无法去控制，怎么能够去胜过神呢？但是当人心中自以为是，自得意满，或是以为有了什么的时候，那就会不把神放在眼里，是非常的可怕，也是非常的可悲。耶和华审判地极的人，就是全世界。那这地极就是全地的人，也把力量赐给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那所以在这里以色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王，但是在其他的国家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包括是埃及的法老，包括是其他的周围的国家，已经都有王这样的身份来出现。但是呢，这个哈拿呢，却在这里讲到了王和受膏者这个字哦。那在和合本说把力量赐给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那但是在现代中译本是把这个受膏者翻成选立的君王，选立的君王。因为我们刚读完这个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对受膏者这个字，我们就不断的反复的出现。受膏者就是后来的基督，就是基督同样这个字。所以其实哈拿的祷告呢，也可以说是一个预言诗。他不仅预言这个国家呢要有自己的王，还有预言呢这个国家呢要有一个受膏者。好，那甚至你可以把它一直引申，就是到耶稣和基督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当中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从创世纪的这些1到11章的创造的故事，到12章亚伯拉罕的家族，那到了出埃及记然后一直到士师记，那他们怎么样经历这个救恩，到上帝的拯救与他们同在。虽然他们没有自己的王，但是上帝是他们的王，上帝成为他们的主，让他们能够在这好几百年来，在进入从埃及，然后穿过红海，在旷野的生活，还能够进入迦南地，还能够在迦南地当中得地为业，再来分地，成为以色列人的产业。那没有一个王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个王能够这么样的厉害，然后带领100万人能够过红海，只有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但是呢，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看到，
这些百姓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他们要自己的王，跟他们一样的王，看得见的王。那这个王呢，最后也成为他们的网罗，所以后来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然后王国时期、南北国时期，这每个王呢，其实都在纠结的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也在影响着他们的这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最后每一个王，除了大卫但是大卫也是至少有3次的犯罪、跌倒和失败。那其他每一个王都没有抓紧跟上帝的关系，但这个国家呢，反而这么长的时间却是一直在走下坡，到最后巴比伦被掳。所以从我们现在来看，我还没有王的时期，更加看见，其实他们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下面是他们所要面对的各样的遭遇，或是各种外族的人，各样子的其他的帝国，或是这些的权势，或是敌对的势力。哈拿他也有这样子的被敌对的权势和势力，但是呢，看见哈拿的一生的写照，其实也是可以看出，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今天我们所读的只有短短的10节，就是哈拿的祷告。我们都会记得哈拿在圣殿里面喝醉酒的祷告，但是我们可能却很容易忽略哈拿他在生了孩子向上帝许愿还愿当中所做的祷告。把撒母耳要奉献的祷告呢，其实这个祷告也已经看出了整个我们要接下来读的不管是历史书、先知书，那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到来，那都在这个祷告当中一一的可以隐约的看见。那今天我们看见哈拿呢，他有他的仇敌，就是他先生的小老婆。但是呢，哈拿呢，不是用美容，用他的外表，或是用勾心斗角的方式，而是只有用祷告，最终在仇敌的面前来得胜。那也看见，当人无知的时候呢，他不认识这位有知识的神，不晓得人的一切都在上帝的衡量，因而口出妄言，因而说骄傲的话，他却失去了上帝给予的生命。那哈拿却得到了上帝给予的生命，因为哈拿呢，本来是应该要死的，就是他的记载，他的族谱。他的这个上帝给他祖先的生命，可能到哈拿的这一代就要停下来。但是呢，上帝却能够胜过死亡，让哈拿他能够被从灰尘当中被抬举，从粪堆当中被提拔。那所以上帝能够胜过死亡，甚至透过我们将基督可以的永生可以传承下去，就是透过这一些信主的人，接受这位受膏者的人，就能够继续把这份上帝的生命传承在这世界上面。最后哈拿的祷告不仅改变他自己的命运，甚至哈拿的祷告也预言了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可以让我们看到撒母耳记所要呈现出来的一个样貌。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在清早的时候就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特别从哈拿的祷告来看见上帝你奇妙的作为。而哈拿的祷告也正是许许多多人的祷告，也正是许许多多的人在人生当中所遭遇的低谷，或是所面临的打击，或是觉得自己被看轻，也求主透过这样的祷告再一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一切的神，是洞悉一切的上主，我们的一生的行为都被你所衡量。求你禁止我们的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让我们说狂妄的言语。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主来得到饱足，能够得到力量，也能够得到生命。我们献上我们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义军长老，谢谢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